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减困一点钟，确定敢会拄久。希望减困一点钟，总是咱有缘精英。咱伫过去3礼拜，咱有连续来讲到圣经中间关于圣神的比喻，互咱看见圣经对着圣神的比喻实在是非常的丰富。咱甲起头讲到圣神亲像风，亲像气，佮亲像井啊。煞接，咱就讲圣神亲像火，亲像水，亲像膏油。伫顶礼拜，咱有提起到圣神亲像灯，亲像印，亲像冰棍。毋知即9个比喻中间，倒一个对你的印象较深刻？也是牧师讲3礼拜了后，你一个都无记牢。伫今仔日，咱阁要继续来讲3个比喻，就是圣神亲像目睭，亲像角，亲像在飞的链仔。即个链仔有当时咱讲轮，有时阵咱讲链。伫后礼拜，咱会继续来讲圣神亲像手，亲像衫，亲像做阿的老母。但目睭对着咱来讲会非常要紧。一个目睭看袂到的人，实在是有讲袂出的艰苦。目睭互咱会通看到外在的世界，会通观察咱想要进一步搁较了解的事物，会通注目注神伫咱想要较洞察遮的物件。文学家讲，目睭是灵魂的窗仔，通过即个窗仔，咱的灵魂会通看起即个世界。也通过即个窗仔，外在世界会通进入到伫咱内在的灵魂。伫古早埃及的文明中间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图画，叫做目睭。即个目睭称作是 Horus 的目睭，伊被认为是埃及神话中间太阳神瑞伊的象征。伊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会通看济物件，洞察一切，所以伊也互人称作是法老王的守护者。对伫活伫美国的人，应该拢真清楚，美国的美金1块的钞票，咱前面有印 "In God We Trust"， 代表讲咱是相信上帝的一个国家。你若家看后面的所在，有一个敢若亲像金字塔。金字塔的顶面有一蕊目睭，这蕊目睭称作是全知之眼，代表上帝咧看世间人的目睭。有的时阵，有人讲伊敢若亲像一个守护的目睭，咧守护美国。一个国家会通得到上帝的守护，实在是有福气。伫中国世纪有济遮的图画，中间也特别。有画上帝的目睭，咱看即幅图，甲中央顶面的所在，就是一蕊上帝目睭。这是要描写讲上帝的临在，甲上帝咧看，即个时阵咱咧做的代志。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咱读到7蕊目睭。圣经用7代表一个完全，所谓时阵是用伊来代表上帝。如果咱讲目睭是咧看，是咧注目，是咧守护，那安尼，即个7粒目睭是代表上帝咧看，上帝彻底咧注目，同时伊也要互咱有诶守护。亲像箴言内面所讲的，耶和华的目睭看逐所在，好甲歹，伊拢要监察。咱所做的代志，无论是善，无论是恶。咱的心内所存的念头，无论是善，无论是恶，上帝拢要监察。但启示录的作家约翰，伊伫巴摩岛看见一个异象，有一只被抬的羊羔，身躯有7粒目睭。详细伊阁讲，这7粒目睭就是7个神，代表圣神，奉差遣到伫普天的。显然，这段经文。直接咧讲，目睭会通用来比如做圣神。圣神亲像啥物货？有诶时阵，圣神
就亲像目睭共款在看你。当用目睭来比喻圣神对旧约到伫新约，事实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。甲起头讲到七日目睭的，是伫旧约的先知叫做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伫伊的册内面安尼写，讲看我所下伫约书亚面前的石，伫一块石顶悬有7粒目睭。耶和华安尼讲，看我要雕刻所雕刻的，伊也要伫一日的中间拄起即个所在的罪恶。伫即段经文中间所讲的约书亚是一个大祭司，伊对被掠的巴比伦倒来，教着当初时一个重要的领袖叫做所罗巴伯，因同齐倒来到伫耶路撒冷顶头来起造圣殿。所讲即块石，就是要来起造圣殿的触角石。线接先知撒加利亚佫讲，即7粒目睭，就是即个石头顶悬的7粒目睭，是耶和华的目，伊要来往来伫天顶地下，遍察全地，上时要除去罪恶。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清楚，讲上帝要用一块有7粒目睭的石头来遍查全地的罪恶。伊遍查全地罪恶，就是耶路撒冷迄个所在罪恶，是要将这个罪恶会通除掉。一方面，伊要来雕刻这块石头，互这块石头成做起造圣殿的触角石；一方面，伊要来看罪恶的所在，上时要来除掉这个罪恶。当到伫新约，咱知这个触角石所有表的就是基督。这个石头有目睭，所以称作是活的石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安尼讲，基督就是活石，是要互人弃杀，总是互上帝所拣选，互上帝看做贵重。耶稣当时时受到犹太人甲伊弃杀，将伊钉死入架，所以对弃杀上帝的救恩的犹太人来讲，这块石头是互人绊倒的石头。所以这块石头若互人绊倒，这个绊倒的人要破糊糊，这块石头若去点着什么人，这个人也会破糊糊。总是对着蒙恩得救的信徒来讲，这个石头非常的宝贵，因为这个石头是灵的磐石，对中间会通来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主耶稣基督是活石，成做教会的触角石，是头一块活石。教会起造伫即块活石顶悬，就会通成做活的教会。若无即个活的石盘，那安尼即间教会会起去，会倒去，会成做一间死的教会。咱因为耶稣基督的神踮伫耶稣内面，所以咱嘛成做一块活石。所以彼得讲，打恁石棍伊，也要亲像活石共款，同齐受起造，成做上帝的殿。恁伫中间会通显上帝，显互上帝圣神的祭。这是对撒加利亚到伫新约圣经中间一个要紧，通过石有目睭来讲到伫基督亲像是活石。总是咱所看到的，伫启示录中间咧讲的是一只羊仔，受抬的羊，伊有7粒目睭。基督毋也是活石。伊是上帝的羊羔。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上帝国的道理的时阵，看到耶稣，就指着耶稣讲：看，上帝的羊羔，除去世间人的罪孽的。这拄拄到着先知拄则所看去，咱讲上帝要雕刻这块石头，这块石头是要顶悬有7粒目睭，伊是要除去人的罪孽。所以，除去人的罪孽，伫撒加利亚是用这块石头来做伊的象征。那到伫启示录，伊是用被抬上帝羊羔，就是基督。所以，无论是这块石，也是这只羊，拢指向伫耶稣基督。撒加利亚看起石头顶悬有7粒目睭，启示录的作家伊看起羊羔顶悬有7粒目睭。7粒目睭代表7个神，7个神所指的就是圣神。这7粒目睭出现伫被抬的羊羔身上，是要讲圣神甲着圣囝耶稣基督
中间密切的关系。耶稣捌安尼讲：我去是对恁有利益，因我去就要恳求天父，天父就要找另外一个保惠师来到伫恁中间。圣神就是即个七个神受差遣来到伫普天的，伊要发挥七粒目睭的功用，要来遍查全地的罪。上时伊是保惠师，所以受伊竞选的人，伊要真做因的保护。一位保护师要守护伊所竞选的人。但圣神亲像目睭，是咧甲咱讲，圣神参透万事，即种的能力甲伊的智慧。圣神毋仅是参透万事，伊也参透上帝的奥秘。所以耶稣称即个圣神是真理的神，因为伊会参透万事，同时参透上帝的奥秘，所以会通引带咱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但即个亲像目睭的圣神，嘛会通看穿魔鬼的作为，所以会通守护信徒无受到魔鬼诡计的陷害。即个亲像目睭的圣神，搁较要紧的，会通看透咱的内心。伊若是看伫咱外在的行为，看到伫咱的内心内面，伊就知啥物人是真心真意咧敬拜上帝，啥物人是真心真意将家己献予上帝。啥物人只不过是嘴讲伊咧敬拜上帝，总是心离上帝远。啥物人讲伊是咧奉献，总是伊只不过是要得到人对伊的娱乐。圣神亲像目睭，对着咱的道德有非常的要紧。咱古早捌读过《大学》这本册，内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深刻，伊安尼讲：时目所视，时所指。这是咧讲，当一个人要真做一个有道德的君主的时阵，伊就爱注意一项事：君子慎其独也。就是讲，要做一个君主，你爱注意一项代志。你家己一个人的时阵，别人拢毋知，干那你的良心知的时阵，这是介关键的时刻。所以要真做一个道德的君主，你就爱常常提醒家己，你家己一人的时阵，就敢若亲像有12目睭咧甲你看。有10支镜头啊，咧甲你指，所以你就爱谨慎做你的代志。耶稣伫登山宝训嘛是安尼甲咱教示，伊讲：恁咧祈祷，恁咧做善事，恁咧敬者，等等遮的宗教的行为、道德的行为的时阵，恁拢着爱说哩，毋通故意互别人看去。你若故意互别人看去，你是咧做互人看，检查的人会甲你学乐。总是你袂通得到上帝娱乐。当恁咧做的时阵，恁着斟酌，着说哩，恁是要做互天父上帝。你的爸伫暗中查看，伊的确要报答你。圣神亲像目睭，是上帝甲着基督差遣来到伫即个世间，伫暗中咧查看咱的七粒目睭。圣神亲像目睭，毋会通看到咱外在的行为，搁较要紧的。伊要看透咱的内心，互咱的内心受上帝的监察。但圣神毋也亲像目睭，约翰伫即个异象中间看到即只被抬的羊羔，伊的身躯顶有7粒目睭，总是伊的头壳顶有7支角。一只羊头壳顶有7支角，看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，敢若是无可能。不过最近，伫一个报纸顶悬，就有报道，有一只羊仔，伊头壳顶就有5支角，引起侪人的注意。但7粒目睭也好，7支角也好，拢咧象征上帝的7个灵，就是圣神。目睭的功用是咧观察、咧看、咧注视、咧注目、咧守护。若是角所象征的意思，就是能力，就是德性。圣神亲像角，是咧讲圣神有气力，毋仅是有创造的气力，也有德性的气力，有改变人的生命即款的气力。所以耶稣讲，恁着爱做一项事，恁着爱听候圣神。当圣神降临伫恁的身上的时阵，恁的确要得到气力。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间，咱可能袂当伫人的头壳顶看到角。当人甲你讲你头顶有角的时阵，可能是咧甲你讽刺。
不过，咱伫日常生活中间，咱常常会当看到动物顶悬的角。圣经常常讲到角，是咧讲到即个羊啊，公的山羊、公的绵羊头壳顶的角。有时阵是咧讲牛的角。但遮个角是遮个动物的阳光，嘛是因的力量，特别是因咧战争的时阵的力量。所以圣经常常用角来象征能力，有时阵是象征人的能力。无论是歹人有能力，也是义人有能力，拢用角来做伊的形容。诗篇第75篇第10节安尼讲：歹人一切的角，耶和华要剪除；若是义人的角，就要得到举起。咱会当用一位妇女叫做汉娜来做一个说明。这个汉娜嫁伊的先生总是无法度生产。因为无法度生囡仔，所以伫古早社会受到真侪的即个委屈，常时侪人甲伊乞求。伊就到伫圣殿向上帝祈祷，讲上帝，你着赏赐我一个囝。伊诚心的祈祷得到上帝应允，所以赏赐伊一个囝，叫做撒母耳。最近咱的教会儿童主日学，咱有一个班，咱家号做小小撒母耳班，就是对这个故事来。但这个汉娜非常的欢喜，就祈祷讲：我的心因为耶和华来快乐，我的角因为耶和华受到高举，互我会通对遐的祈求，我的对敌来开喙。我要因为耶和华的救恩来欢喜。伊原本感觉见笑，头咧咧，总是上帝互伊生一个囝，高举伊的角。用咱的台湾话来讲，上帝互伊会通出头天，无搁再受到人的祈求。但圣经毋也是用角来比喻人的能力，圣经也用角来比喻一个国家，也是一个君王的力量。但历史所看见的异象，会通帮助咱来说明这点。但是你看到有一只公的绵羊，伊头壳顶2支的大角。伊用伊的角往西、往北、往南咧即个地处，就是讲咧踏，用伊的角咧踏。伊看到的物件拢家踏，所以即只公的绵羊的角非常有力，无有人会通阻止伊。所以当即只公的绵羊灵意来行，自高自大、洋洋得意的时阵，忽然间对西边的所在有出现一只公的山羊。这只公的山羊原本有2支角，总是除了这2支角以外，佮对伊的目睭中央，佮生出一支角。这支角大支，上时佮尖。伊受气就冲向迄只公的绵羊，用伊中央这支角来这个搭这只公的绵羊，将这只公的绵羊搭倒，上时将伊2支角搭断。一个公的绵羊倒伫涂骹，公的山羊用骹来吞踏伊。但伫即个故事中间，是咧指2个帝国，一个帝国是当初时生2支角的马代甲波斯，公的山羊是另外一个帝国，叫做希腊的帝国。希腊的帝国落尾来战赢即个波斯的帝国。但无论是希腊的帝国、波斯的帝国，拢用角来代表，是要讲因当初时即个帝国军事的力量，世界伫各所在要打别人，总是因的角有一天也会受消灭。搁伫启示录内面也讲到角，启示录内面出现迄个撒旦，代表撒旦的即只大只红灵，伊有7粒头，有10支角。上时对海底有出一只怪兽，这只怪兽也有7粒头，有10支角。佮对地也出一只怪兽，这只怪兽有2支角，看起来亲像羊，总是这只怪兽咧讲话，亲像灵。对海底出来这个野兽的10支角，代表这种军事毁灭性的力量。若是对地出来这只野兽，迄2支角。是咧代表一种白贼、讲白贼、假先知、假教导这种力量。一句话讲，无论伫旧约到伫新约，咱拢看起
当这个先知、这个作家，因咧形容这个帝国毁灭性的力量、欺骗的力量、歹人的力量时阵，常常也用角来做伊的形容。总是圣经有缘用角来代表上帝的溃力。但诗人安尼讲，耶和华是拯救我的角。伫诗篇18篇，这个诗人感受到上帝对着伊的拯救，就写诗来懊恼上帝讲：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磐石，我所倚靠的。伊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角，是拯救我的角。伊是做我的关台，所以我要求叫迄个着懊恼的耶和华。那安尼，我就会通对得的手受到拯救。诗人深深体会到上帝拯救的角，就是上帝的溃力，要拯救一切倚靠伊的人。但羊羔顶悬头壳顶有7支角，这7支角就是7个神。角既然是象征力量，那安尼圣这只羊羔顶悬这个7个角，代表的就是圣神的溃力，特别是伫咧征战的时阵，迄种会通互你得胜的溃力。启示录描写伫世界末日有一场重要的战争，迄个时，迄个7粒头10支角的怪兽，伊要来挑战羊羔，上帝的羊羔，伊要甲上帝的羊羔征战。总是上帝的羊羔即刻赢过因，因为羊羔是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圣神亲像角，是咧讲，伫咧征战的中间会通得胜的溃力。羊羔到伫落尾要得着胜，那遐军队羊羔才会受到上帝呼召，受到上帝竞选，也忠实军队伫羊羔的信徒，也要甲伊同齐得着胜利。圣神亲像角，是咧讲圣神。要真做你会通得胜的溃力。香港有一个出名的牧师，伊名叫做谭敬辉，有侪的著作，伊也不止用心在研究圣神，有写一本册叫做《灵力博士圣灵比喻的研究》这本册，伊特别来研究使徒行传。伊讲对使徒行传的记载，咱会通看去，迄个亲像角的圣神。安怎帮助信徒会通经历伫因信仰上得胜的溃力？第一，伊讲圣神会通帮助人赢过你内心的惊吓。伊用彼得做例，彼得当看到耶稣被掠、被审判的时阵，伊的心不止惊吓，惊吓到即种的地步，伊3届无认主。总是当伊落尾互圣神充满的时阵。伊共款到伫即个审判的公会，伫个审判公会，侪人咧问伊话的时阵，伊勇敢大胆安尼讲：，但我所看去的，我所听去的，我袂通无讲。圣神临到伫伊，会通互伊得到溃力，赢过伊心内即种的惊吓。第二，圣神临到伫人，会通帮助人赢过不义的贪念。初代教会信徒同齐做伙，同齐祈祷，祈祷了后，聚会所在就震动，因拢互圣神所充满，大胆来传讲上帝的道。迄个时阵，真侪相信的人，拢是一心一意，因欢喜将因有的物件贡献出来。无一个人讲即个物件属于我的，干那我会通用，因是将因的物件互大家做公用。人拢有自私。即个物件若我的，我困难甲别人分享，总是当圣神临到的时阵，知影万物拢是对上帝来，所以你会通甲兄弟姊妹分享，你会通将这物件来奉献，互主所使用。圣神会通帮助你赢过对着即种物欲、贪念即种的溃力。第三，圣神会通帮助咱赢过对着对敌的怨恨。第一位顺道者司提反，当伊传主的道理，众人用石头要钉死伊。圣经安尼描写，司提反互圣神所充满，伊跪伫土骹，伊做一项事，伊毋是咧怨恨才用石头钉死的人，伊是用为着这用石头钉死的人祈祷，安尼讲：主啊，求你无将这个罪归伫因。一个人受到这款的伤害。
有缘得替人祈祷。圣神临教会通帮助咱赢过心内对敌原本即种的怨恨。第四，圣神临教时阵也会通帮助咱赢过偏见甲固执。咱拢知保罗先生原本是一个传统犹太宗教信仰的一个经营者，总是嘛是互伊原本传统犹太教的信仰所掠杂，看袂清楚。伊想尽办法要迫害基督徒，总是伊落尾拄着国外的主，伊目睭互光所照，瞬间失明。后来上帝差遣阿拿尼亚为着伊来祈祷，伊就互圣神充满。伊的目睭敢若有即个虚灵落落去，迄个时阵，伊的目睭就恢复光明。要紧的是，落尾伊的生命产生180度的改变。原本伊是全力要迫害教会，总是落尾伊是全力要起造教会。当圣神临到伫人的身上时阵，会通帮助咱赢过咱传统宗教的文化、咱的习俗所带予咱的一寡偏见，甲着固执。第五，圣神会通帮助人搬过即个种族的界限。咱知犹太人甲着外邦，因有侪的界限。福音是毋是也受到这个界限来限制？彼得原本毋敢踏出一步，总是伫圣神的带领下面，伊到伫外邦人哥尼流的厝，伫迄个所在讲道，将福音传予遮的外邦人。当伊讲道时阵，伊亲目睭看见一项事。就是圣神压管，伫哥尼流全家的人，即个外邦，即个全家的人，伊甲伊心安尼讲，当我知上帝的救恩也临到伫外邦，无论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，所有真信心的人，上帝的拯救拢要临到伫因。圣神临到伫人，要帮助咱超越伫种族即款的界限。有人因为皮肤乌，咱就看轻伊。有人因为是亚洲人，所以就看轻伊，总是圣神要帮助咱，无有即种种族的歧视。第六，圣神来要帮助咱会通赢过心内的猜疑，甲着嫉妒。伫初代教会中间，安提阿教会非常的要紧，因为盖起头基督徒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来。安提阿教会原本有一个教会领袖，伊的名叫做巴拿巴。于是巴拿巴有发现一项事，上帝大大使用保罗。照讲伊原本是教会领袖，看到有人能力比伊较悬，比伊搁较有才调的时阵，比伊搁较有温顺的时阵，心内加减有嫉妒。总是巴拿巴伊听主赢过听家己，伊听主的荣光赢过听家己的名声，所以伊将伊家己放下，伊推荐保罗来成做教会的领袖。圣神临到伫人，要互人会通赢过一项事，咱心内的嫉妒，咱心内的猜疑。最后一项，伊安尼讲，圣神临到时阵，会通帮助咱赢过撒旦的遮的阻挡。保罗先生传道理到伫一个岛，叫做塞浦路斯岛。伫个所在有一位总督，伊真爱听保罗讲道理，总是伫伊身边有一个行法术的人，叫做伊鲁玛。伊不管是伫迄个所在咧阻挡，保罗若讲啥物，伊就开始咧阻挡。总是保罗互圣神充满，注目来看伊鲁玛，来责备伊讲：你混乱上帝的道，敢阁袂要停止吗？上帝要刑罚你，互你目睭袂通看见。伊鲁玛的目睭暂时失明。亲像甲的圣神，互人有得胜的能力，包括会通得胜魔鬼的阻挡。《使徒行传》所记载，这学生当因咧传主的道理，因有7界的得胜，拢是用因和圣神所充满。伫羊羔头壳顶的7界是圣神的气力，受差遣来到伫咱的中间，是要帮助信徒咧传福音、做见证的时阵，咧进行属灵的征战的时阵，会通有得胜的能力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伫咱的人生中间有侪征战。有时阵你是爱甲你家己征战，甲你内在的生命征战，你内面还阁有侪肉体情欲，你需要征战。有时阵你是甲外口的人咧征战，别人甲你无共款的意见，别人甲你无共款的想法，
别人甲你无共款的主张，甚至有一寡人故意要甲你阻挡，你也得甲伊竞争。有时阵你是甲一个机构、一个集团的力量在竞争，因为这个集团的力量也受到传统的文化，也是甚至受到撒旦的控制。咱的人生充满侪侪的竞争。有时阵咱感觉做基督徒，感觉做甲诚无力，是因为这个竞争的过程中间，咱欠缺气力。对到每一届竞争的时阵，咱拢是失败。每一只失败，互咱愈来愈内疚。若是圣神要帮助咱，圣神亲像甲，就是圣神就有这个帮助咱会通得到胜利这种的气力。兄弟姊妹，你想要做一个得胜的人吗？那呢，你需要圣神，需要亲像甲的圣神。啊，今仔日咱搁要来提起圣神，啊，搁有一个比喻，咱甲伊称作是圣神亲像链，还是讲亲像杯的链。有人来讲，你若伫美国，你无有卡，你无有车，你就无有卡。过去伫台湾，袂当了解即个意思，总是来到伫美国，马上就知。你若无有车，你根本寸步难行。咱出门要办代志，要到逐所在，拢需要有车来做交通的工具。车会通四界走，上时走了非常的紧，是靠着伊有一个圆形的链仔来运转。链仔通讲就是脚的延伸，大大提升咱移动的速度。因为链仔，所以咱会通行了较远，嘛行了搁较紧。但先知以西结又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异象，圣经注解家拢讲，这段经文非常好值来了解。伊所看到异象是安尼，伊讲伫穹苍有一个宝座。耶和华的宝座，耶和华荣耀伫即个宝座顶面。但伫宝座敢若亲像一个白台，白台下面有四个画面。即个四个画面的边仔有四个车链，也是讲四个轮仔。即个四个画面称作是即个基路宾，咱汉文改翻做基路伯，台语翻做基路宾，亲像兵侍卫的意思。因是伫上帝的边仔，正做侍卫。但每一个画面拢有四个面，第一个面是狮，然后是牛，然后是鹰，然后是人。这是象征上帝创造的威严，亲像狮；气力亲像牛；紧亲像鹰；智慧亲像人。但链仔是这个快速运转的行动的工具。伊会通伫地面上走，上时会通伫空中来飞。那即个四个画面甲四个链仔连做一体，互上帝的宝座就敢若亲像一台的火箭车，伫上帝的神的指挥下面当进当出，当升当降，会通对一个点迅速刷到另外一个点，伊的速度就亲像闪电四那一样。但以西结佫特别描写，即个链仔有三个特色。第一个特色就是伊的结构，伊安尼描写讲，链仔的做法，伊的设置亲像水苍翼，咱台语圣经改翻做亲像黄的翼即种的设置。那即个四个链仔的形状拢是共款，伊的做法有一个特色，就是链仔中央佫有链仔。咱知一般的链仔有四个部分，甲外面的所在，咱家叫做链茎，也是链环。然后中心有一个空的所在，咱称作是链仔骨。然后有一支轴心的所在，咱称作是链仔底。然后伫外围甲中央连接的所在，咱家称作是链仔腹。但伫以西结所看到即个链仔非常的特别，就是伊敢若看到介外围的即个链仔茎，也是链仔环，其他伊无看到其他物件。总是伊看到另外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即个链仔内面佫有链仔，讲轮中有轮，也是汉文的圣经改翻做轮中套轮。所以即个链仔伊内面有无共款的角度，有无共款的方向。对到即个链仔有一个特色，伊会通行直的，伊嘛会通行环的。所以即个链仔伊会通东西南北
四个方向直接来行，伊无需要转色，无需要滑头，这互伊的速度变做非常的紧。这是第一个特色，链仔中间有链仔，互伊即个运转的速度变做非常的紧。第二，就是即个链仔还佫有一个特色，讲即个链的环非常大，大甲会通互惊，总是风大，还佫毋是介大特色，介大特色就是即个链仔轻、链仔宽，拢有目睭。即个四个画面，当因的室仔展开的时阵，拢有目睭，共款。即个链仔也拢有目睭，四个链仔甲个四个画面共款，拢是活有目睭，所以是活的，有极悬的灵性。所以咧转色时阵，毋是盲目的动作，是有智慧的运作。第三个特色就是即个链仔内面有神，即个四个链仔甲个四个画面合做一体，即个画面行到伫倒位，链仔也到伫倒位。伊若受举起的时阵，链仔也对咧举起。伊到伫倒落，链仔就到伫倒落。意思个讲，这是因为即个链仔内面有四个画面的神。即个四个画面是接受上帝的神的指示，然后因的神也临到伫即个四个链仔内底。但以世界所看到即个异象，实在是非常的特别，总是会通帮助咱来了解圣神伫咱中间伊安怎运作。当圣神来到伫咱中间的时阵，第一项代志，伊要想使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运数。你的运数是即个，我的运数检测是迄个，咱就会通根据咱所领受的运数来侍奉上帝。上帝通过咱身上这属灵的运数，会通运行伊的旨意，到伫伊所要去的所在，到伫伊所预定的目标。每一个人领受的运数无共款，有人是大，有的人是小，有人是即个方向，有人是迄个方向。总是当圣神伫咱中间的时阵，咱就会通合做一体，互相配合，同齐来运转。第二，即个圣神临到伫咱的时阵，要互咱服侍，不是盲动，毋是凊凊彩彩咧叮当，因为即个链仔顶悬有目睭。有目睭的意思，就是伊有知识、有财物、有智慧。咱的责任就是运用圣神予咱的运数，尽力去服侍。该向前，咱就向前；该提升，咱就提升。圣神会用奇妙方法，互咱会通甲其他的同工同齐来调整，来成全上帝所定定的旨意。第三，即个链仔的动作速度非常紧，亲像闪电。即个四个画面对着上帝的神来运作，四个画面搁伫链仔内面有伊的神，所以整体构成一个整体，所以因进行的速度就非常的紧，亲像闪电一样。圣神亲像链仔，是咧讲伊运转的速度快，亲像闪电，瞬间就到，瞬间就消失。当咱要配合圣神的做工的时阵，咱一方面爱听候。总是一方面，咱爱及时来把握。若无，当圣神过去的时阵，咱就会错失这个机会。链仔的功用是咧叮当，是咧帮助这个车达到伊的目的地。咱侍奉上帝嘛是共款，侍奉上帝是到伫上帝所要去、所指示咱的方向。链仔会通彼此合作，是因为中间有这个神。咱每一位兄弟姊妹。同心合意，同做侍奉上帝，就爱构成一个服侍的团队。圣经内面特别保罗先生甲咱讲，恁就爱保守圣神所赏赐合一的心。咱的教会悲哀的所在，就是咱无合一的心。咱若无合一的心，咱就袂通互圣神做奇妙工伫咱的中间。亲爱的姊妹。圣经侪侪比喻，咧互咱看见圣神。圣神毋也亲像风，亲像气，亲像钱啊。圣神毋也亲像火，亲像水，亲像膏油。圣神毋也亲像灯，亲像印，亲像冰固。通过今仔日圣经的经文，甲咱讲，圣神亲像目睭，亲像角，亲像在飞的链仔。目睭也好，角也好，链仔也好。这三项物件是咱日常生活中间所会通经验到、所会通看到的物件。
也因为即款缘故，因会通真做记号，真做上灯，真做比喻，互咱愈会通了解圣神，愈会通经验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所要做的工，要带互咱的帮助。啊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看到家己的目睭，当你咧照镜看到家己的目睭，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的目睭的时阵，互咱来想到圣神。咱会通恳求亲像目睭的圣神受差遣来到伫咱中间，来看咱的行为，来看咱的内心，也常时来守护咱，无受到恶者的攻击。当咱看到动物的角、羊的角、牛的角，迄个时阵，互咱来想到圣神，恳求亲像家嘅圣神受差遣来到伫咱中间，用伊的气力帮助咱精进。在精进的过程中间，你若靠你家己，你的确会输。总是上帝应允咱，咱在精进。既然是属灵的精进，咱所需要的是圣神的气力。有这个圣神的气力，教咱三角地地，咱就会通过着得胜的生活。当咱看到咱的车会冷啊的时阵，咱就爱来想着圣神。咱就恳求圣神亲像杯会冷同款。受差遣紧紧来到伫咱中间，伫咱中间自由来运作，互伊亲像闪电即款的气力，帮助咱，互咱的教会所有听主的兄弟姊妹，会通成做一个服侍的团队，互咱服侍团队所做的服侍，会通真紧来达到上帝所爱咱所完成的一个目标。但兄弟姊妹，圣神非常的宝贵，耶稣毋但教咱祈祷文。耶稣佫甲咱讲，伫恁祈祷的时阵，爱恳求上帝赏赐恁好的物件。即个好的物件就是圣神。咱也求上帝的确要将好的物件来赏赐互咱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圣经中间宝贵的话语，帮助阮对济济的比喻来了解圣神的奥妙。今仔日，阮对圣经来学习，圣神亲像目睭，要监察世间人的好甲歹，嘛要监察阮内心的好甲歹。我要恳求你的圣神来监察阮的内心，互阮的心内无存歹的念头。若有，也恳求你将这个歹的念头除掉。也恳求你圣神亲像目睭来保护阮。用阮活伫即个世间，有济时阵有恶者咧攻击阮，求你保护阮，无受到恶者的攻击。阮也恳求你的圣神来做阮拯救的角，带领阮精进好的精进，互阮伫精进中间无倚靠家己，会通倚靠圣神的气力，互阮会通得胜。阮也恳求你的圣神亲像杯的冷仔一样，紧紧来到伫阮中间。阮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每一个肢体，领受上帝你互阮的恩赐，阮就欢喜，甲其他的同工互相配搭，伫你圣神的引带下面，来保守圣神所赏赐合一的心。当阮真心伫圣神的引带，阮就通同心合意，互相配合，来紧紧完成主你所交代阮所得完成的工程。爸，阮的上帝。求你将圣神赏赐互阮，互阮经验到圣神亲像目睭，亲像角，亲像冷仔。感恩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主的好话，触摸不得爱你，我爱你，你的是可爱你，等我到归的世界无提高，却无早快乐陪你不高，一次的自我，到永远忘。
成就，你做地做梦，听我的困求，让我灵魂情愿承受做情义。你做地做梦，头永有我，水天永大志，我仰望你成就，你做地做梦，听我的困求，让我灵魂情愿承受做情义，让我灵魂情愿承受。